美國保守派青年領袖查理柯克近日遭到槍擊身亡，有人引述佢支持擁槍權嘅言論，並且冷嘲熱諷咁話，佢自己就成為咗佢所講嘅擁槍權嘅代價。呢一種言論固然涼薄，但我認為好有必要深入探討一下關於擁槍權嘅一啲值得思考嘅問題。查理柯克支持美國人擁有槍械嘅權利，有人反對話喺美國每年都有幾萬人死於槍下，質疑佢支持擁槍權嘅正當性。查理柯克就回答話，每年總會發生若干槍擊致死事件，呢個確實係好遺憾，但係為咗換取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保障上帝賦予我哋嘅其他人權，呢個代價係值得㗎，呢個係明智嘅交易，係理性嘅選擇。喺查理柯克被槍殺之後，一啲好事之徒就引用佢上述為擁槍權辯護嘅言論，話佢唔抵可憐。言下之意就係話查理柯克本身就不重視他人嘅生命，覺得每年有幾萬人死於槍下，亦只係必要嘅代價。而家佢自己遭到槍殺，只係求人得人，又怪得邊個呢？呢一種觀點嘅謬誤在於，將查理柯克嘅意思曲解成佢支持無辜嘅人被謀殺，呢個當然係錯誤㗎。查理柯克嘅意思係話，即使每年有幾萬人死於槍下，呢個亦唔係禁槍嘅充分理由。試想一下，美國每年都有幾萬人死於車禍，但你會唔會因此要求禁止使用汽車呢？醫生為咗治療病人要做外科手術，萬一失敗，亦可能會導致病人死亡。難道就要因此而禁止做外科手術？喺罪犯持槍犯案嘅時候，如果其他平民亦持有槍械，喺武力對等之下，比較容易制服罪犯。何況即使取消擁槍權，不法之徒仍然可以從黑市取得槍械。佢哋會唔會因為守法平民不再擁有槍械，而更加肆無忌憚咁犯罪呢？如果係咁，取消擁槍權反而會令罪案增加，將會有更多人死於槍下。喺美國，槍械管制政策爭議非常大，無論係支持定係反對擁有槍械嘅權利，都有更多更有說服力嘅論點係我未曾提及㗎。但呢一種爭議應該用道理同證據嚟說服對方，而並非用暴力。呢個應該係查理柯克之死俾我哋最大嘅教訓。